才用心，永远是注定无路用。爱你啊，生命献予你。 算讲是一个真好女着的新妇，所以嫁出来囝天宝，好心感动人。伊若莫去用陷害受冤屈，虽然冤家散尽，也毋过一家伙啊，应该会过甲真快乐。那你公主，咱甲替人心愿，主持圣礼对无？这是菩萨予咱的任务，好奇重大。 我甲问你一个，你红西黄山要死之前，是毋是留做物件呢？我唔知，我真是唔知啊！你饲遮尔远，我甲你考虑一下，你唔通袂记，你还阁有大家要后生，你详细想我清楚。 做庙。妈祖庙用火地啊！佛山到底想要甲我讲啥？安尼个天婆，即马到底安怎？妈祖婆，我求你。 求你保庇阮大家，甲我囡仔天宝，甲使我一条命，可会当活落去。我拜弟啊，请你提起，请你提起，换阮大家还阁有天宝的性命，互因平平安安就好。若是较煞，死个人换一个。 安尼，都换阮大家，伊老大人才过一世人，啊不过，阮阿阿母从来都毋捌回过好日子，所以妈祖婆，我求你莫阁切破伊啊！我求你，妈祖婆，我求你。
要修理。起来啊！阿妈，较水哩。会烧哦，阿妈，较水哩哦。较水水，身躯就袂寒。元宝啊！阿妈拄则有听你伫扫，是毋是一天你跋落水的被寒着啊？毋是啦，是遐菜的时阵互因冲着的。天宝，我这可怜的孙，你一定真想你阿娘吼。因阿爹冤枉死，因阿娘搁互关嫁落的。天公伯，你有怎样那样的这样责任，别来接我滚啊！阿妈。请你放心，天公伯袂真正要接埋咱的。阿爹的冤枉，嘛有泄气的一天。阿娘真紧就会互人放出来，是真的哦。对啦，阿妈，我昨有梦到妈祖婆。你梦到妈祖婆？是啊，妈祖婆伊甲我讲，食伫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这就是伫咧甲人讲，咱养一个苦，拢要过去啊！哇，阿娘、阿妈，你会使享福啊！天宝，我你食真侪苦，天宝，你是不是受风啊啦？啊？毋是啦，是烧水用着的。阿妈。睡好啊，你紧来困啊！我来去倒水。妹，我免倒，阿爹阿娘无伫，照顾阿妈是我责任。这条红门算啥物？比起阿娘伫家内咧食苦，轻松多啊！阿娘，你有平安无？为什么遐个歹人要欺负咱？为什么佮讲？你花抬头当罪，妈祖婆一定有办法将你救回来的。对，我要去救妈祖婆。天宝。你遐坚强，你一定法度的。天宝，你免倒的，你免倒下去啊！老祖婆，阮阿爹，阮阿娘，因是冤枉的，我唔知影。国宾为什么掠走我阿爹？
死，可能做我的阿娘，讲我的阿娘，我了太头之多，这拢是唔对，这拢是唔对的啊！妈祖婆，我求你保庇，保庇我的阿嬷平安，保庇我的阿娘。 会当早日生一万后，互咱一家伙仔团圆。我愿意三世人做母做本来报答你。妈祖婆，我求你啊，妈祖婆！ 这个囡仔吼，真正是足可怜的，嘛足坚强的。足伤的呢，娘娘啊！哎呦，这个天理哦，真正是抓起原来抓这么久啦，唔知冰箱里放哦，我得。囡仔咧休困。我来看一下啦吼。 乖，阿娘伫你的身躯边吼。阿娘，你别离开我啦，阿娘听到啊，阿娘知影，乖乖困吼，阿娘伫你的身躯边。往南树高旁小无听。 阿娘听到啊，阿娘知影，乖乖困吼，阿娘伫你的身躯边，乖困。小，细细，较细细的。乖吼，好困哦。有够感动的。 对啊，我嘛想到我的阿娘。陈丽啊，你是要去对啦？计一定成就，我嘛想要找我阿娘。陈丽阿娘，你敢知影伊伫对？我嘛唔知影。唔知。 唔知是要去对找啦，阿娘。是的，你莫讲你是我来啦。头来你，你莫想遐多啦。林千金个性直，又天真。 我袂介计。无喏，三公主，你误会啊啦！文人的个性吼，一向是真温柔，无亲像三公主你讲的，遮尔直，遮尔天真啦。因也嘛唔知是为着啥，才会变到安尼。啊，可能是哦，伊定定咧外口救济灾民，时间一久长哦，感染着因的气节，才会变到遮失礼啦。
林千金常常救济灾民，伊可真有爱心。是啊是啊，伊不但真慈悲，还佫有菩萨心咧。自细汉哦，都袂堪咧看人受苦啦。老大人，时间无早，交了，安尼小下告退，小下告退。铁公山，在，这孙府官体戒备真严，应该真安全。你免保护我，等伊休。是。你搁去外口死药治病，救济灾民啊！好诶，唔学，敢若学一寡草民讲话款。恁阿爹费尽心思，才互三皇子答应接受咱的款待，来咱遮住。目的就是要互你甲三皇子加接受过。结果你说，阿娘讲话你是有咧听无啊？老爷，安怎？三皇子敢嘛大好啊？伊敢有生气啊？我是讲偌济好话。文莲啊，你后面千万唔通阁。文莲，阿爹你甲你讲话，你是有听的无？你有通食无？我都对啊呢。搁食？你一个人食偌济物件？哦，你是条有故意吼？你无介意阿爹甲阿娘要安排你甲三皇子见面，所以你就安怎顾人怨，你就安怎评？这个囡仔。文莲啊，你是爱想清楚，会当是在东条的皇子，那安尼你将来荣华富贵是享受不尽啊！哈，莫名家通叫，我最爱困，有够忝的啦。阿孙啊，陪小姐回去房间。是。多谢你。小姐，请。小姐，你叫我？当然啊，咱柜内底敢有啥有资格皇尊称小姐的？哦，小姐，你今日是安怎？哪怪怪？我哪有啊？袂要紧啦，这晚我陪你回去房间啦。来呀。带我去倒啊？这间唔都遮尔大遮尔水啊！不管了啦，我就爱困，我只想要入来困。困起来后，我明仔载再去找师傅。这间袂歹嘛。这，没高粱。 这你的房间，袂吧？这明明就是……明明就是你想要叫我的便宜啦！我东东的三皇子，哼，叫我个下流！我下流。你明明就下流，要让我一下。这你狗蛋！铁公山，好啊，袂当我变。文良姑娘，你的功夫阁真好。 来啊！你莫来这里提供我你今日哦，来啊！我姑娘，这是误会啦。我的护卫就是讲你是刺客，所以唔才会。这间上房真正是老大人替我安排的，唔是你的房间。你搁讲唔是我的房间？你啥代志？我是啥代志？文良，你哪一声啊？叫了三皇子，小下该死，小下该死。无代志啊啦。 拄则是误会，好佳在已经解释清楚，所以无造成伤害。文良姑娘，即马你应该相信啦。阿春啊！是老爷。老爷，什么代志？啊，唔紧甲小姐带倒去房间。小姐，咱紧倒来房间啊。歹势哦，
后一摆我袂母唔对啊啦。漂亮三公主，小下高铁。老大人，林千金的功夫阁真好。小下高铁。铁公山，在。无代志啊，你向。是。小姐，哇，这场景真水呢！小姐，你嘛想好嘛？这厝住啊这么久啊，连家己房间都找唔到，我哪会知啊？小姐，哟呼！哇，哎。 哇塞！哦，你手办拢真水的呢，有水无？小姐，你是不是破病啊？无奈安尼小小辣啦。对，我是小姐。你是？我是阿春，你的查某囡仔啊。敢讲，小姐，你放袂记了？当然会记哩啊，查某囡仔嘛。小金。 哎呦，小姐，我是小姐呢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所以你先行哈。出去！哎呦，你紧，小姐，哎，小姐，哎，出去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哪会怪怪？ 做这老本来的千金小姐，敢若嘛袂歹嘛吼。食了好，住了好，连穿的衫拢这么好。好，我就该倒来，其他的所在我不爱去呀。迄个三公主人阁袂歹。 感觉伊斯文有智慧，气质嘛甲一般人无共，脾气敢若袂歹吼，而且，呐，我阁少缘投的呢，我是会感觉哦，这人间愈来愈好耍啊，愈来愈好耍啊。高旁小无听。经一遍交手，我的伤势一直无法度完全复原。这个仇，我若无报，我就无叫泾河连王。 救这百姓的生命的，到底是何方的神圣？好亲像对我来的意思。敢讲，你到底是派谁来？是要灭我、收我？罪梦！ 注定我将再起，一统阴阳两界。想要灭我，咱就来试看卖，到底是恁灭我，或者是我灭恁？哈哈哈哈！ 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
是啊诶，是啊。哦，可能咱公主的做米加的是么，比咱仙丹苗更够好。是哦，公主，公主嘞，请我。公主是咧看啥哈？我知。九贤宫，啊，这唔是迄个什么庙通大的所在哦。切，讲我这个庙通哦，明明就是妖言惑众一个变身啊嘛，甲你装甲那大刘先生的比屁。你唔对啊！其实我认为庙通真人，绝对唔是普通的江湖术士、神棍骗子。我感觉，伊应该是咱捌的人，而且，伊真有可能会造成滔天大祸。啊，这么严重哦！安尼搁等啥？来甲你啊！嘿，小等一下啦，千里啊，你做代志要用头壳嘛，千万唔通这样懵懂，对不？公主嘛定定咧甲你教，做代志要看前看后，你踮咧头前顾咧，我来后壁绑一把火啊，甲拢甲烧掉。到时阵啊，规间个大妖怪、小妖怪哦，全部拢甲烧起来，安怎啦？免客气啦，啊？顺风，公主啊，无啦，我是甲千里讲，若是像安尼做吼，安尼伤冲动，安尼是袂用的。你放心啦，我袂安尼啦吼。我咧甲这公主看起无介绍去。凡事都要顺势而为，千万唔通逆势而行。庙通伊若唔是善类，自然有循环的天理，宿命安排来修复伊。假使讲你若是冲动行事，敢若会造成更较大的灾祸。恁即马敢若谨慎行事，小心注意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你放心，天保已经好啊。你甲天保啊教养甲真好，将来伊一定会出头天的。虽然这个过程难免较辛苦。恁家庭运势嘛较坎坷，也毋过人生的起起落落，拢是成长的经验。无愧天地，积善行德的人，你公伯啊，一定甲恁保庇。马祖婆。你是马祖婆，马祖婆。你一定感觉家己足老歹命，对无？对即马起，你袂用有这款想法，你要甲当作是一种修行。你逐工拢要活较足勇敢，活较足有希望的。你会知哦，救苦救难是菩萨。受苦受难是大菩萨。我知。面对苦难，要勇敢接受，互后代子孙做一个好模范。愿后摆若是当着的时阵，就会想到你这勇敢的阿嬷。会有你的精神，有你的勇气，任何的打击，因都拢有法度化解。这比留一大堆财产互因，搁较珍贵，搁较有价值。我讲安尼对无？对啦，我会勇敢，我知影，我一定会勇敢。我会甲你的新妇给红救倒转来，恁黄家冤枉，紧早晚嘛会洗清。你会甲天保啊照顾好，知影无？我会
记你的话，妈祖婆，妈祖婆，我一定会记你的话，我一定会记的。天宝啊，天宝，天宝啊！我拄则梦到妈祖婆，妈祖婆甲阿妈讲，你那尔一定会平安无代志的，无代志的啦。义诊时药啦，对，今仔日义诊时药啦，对，义诊，对啊，对啦，来义诊啦，抓好未？稍等一下哈。我在这边先爬过来哈，来。哦，来，小哈，较细粒哈。小，慢慢溜哈。来，啊。阿伯，你人倒位咧无爽快？啊知，就自从天公伯啊，互阮这场水灾了，阮的规身躯安尼，这也疼，这嘛疼，强要死去。阿伯，我看你气色袂歹，血路嘛真顺，你应该无病啊。哪有，都明明徛也徛袂掉，倒也倒袂掉。你真是无病，是较高操烦啊尔。你会知影哦，搁较勇健的人，逐工来烦恼讲啊，这无拄好啦，啊，这有病痛啦，无病嘛会变有病。亲像你食到这个岁啊，都爱会晓享受，烦恼的代志，都交互囝孙仔去做就好啊。你会逐工做互家己欢喜，互别人快乐的代志。人伫咧讲，烦恼是多疑的折磨。你若逐工亲像即马安尼啊，笑眯眯，我甲你保证，你绝对会当活到100岁。我听你讲起来，足有理的呢。精神啊加偌好咧呢。林公主啊，多谢你哦。袂啦，慢慢啊行哦。客面师傅，迄个姓林的，逐工拢是妈祖庙头前义诊施药。老百姓即马拢走对伊遐去啊！咱宫内的信徒愈来愈少，咱是要安怎对付伊呢？师傅，无聊，你认为呢？规气甲解决单调，免得以后麻烦。顶一遍就交手过，伊身躯边有一个千里的，一个顺风的。恁三个敢拍会过？地主真见笑，阮拍袂过因。师傅的伤还未完全复原，还佫有3成的功力需要调养恢复。安尼就用法术啦。师傅，你的法力高超，尤其是驱离震天之术。为师讲过几遍啦，咱暂时停踮在遮。除了是为师要调养身体以外，阁要等待皇主顶东岳泰山祭天。那呢，为师唔当会当借这个机会吸取天地日月精华。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先汇集上天永世之灵，这来、去、上3天各有玄妙不同。师傅的气天仙道之法。踮伫咧静和灵王宫，早得炉火纯青，如今更加完备。若是该当得到人世间久上天永世之灵，就会当甲逆天不极之貌匹敌。到时阵，配合为师恢复的功力，我绝对要甲玉帝天庭变复过去。
孤芳寂无听。 若是该当得到人世间九九上天永世之灵，就会当甲逆天无极之母匹敌。到时阵，配合为师恢复的功力，我绝对要甲玉帝天庭并合过去。也毋过迄个做下九九大数上天永世之灵还未毕济，切忌妄动，啊若无引起天庭的注意，会破坏计划。 也毋过迄个姓林的，伊咧作怪，咱无法度吸引老百姓来供人参拜、信奉五教，更加咱遮避上天永世之灵。动脑筋啊！不一定要用法术、动武力，叫世人的救济为百姓，共款会当为我所用，还得当把世人的除掉。水可载舟，也可覆舟。 巧妙兴起这覆舟之术，甚至是波涛技，一个世人的，佮安怎高明，嘛无力回天。师父先知先觉，弟子望尘莫及。武林随时来去办。免着急，先接待贵宾较要紧。这个贵宾是为师妙计之中的关键。 庙通记过孙府大人，真人确实是厉害，知影本官要来甲你拜访。大人专心散发蓬勃祥和之气，庙通阁安怎讲，我咧感受唔到。哦，蓬勃祥和之气，无唔对，3年来位极人神，敢真正会用来做宰相？当然啦。 啊！若无我庙通千辛万苦办来雪山灵芝，免会甘奉献给孙府大人的。然后，搁请宰相大人多多提拔啦。本官在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当然的力保一人去坐东条大国师的宝座啊！到时阵，荣华富贵享誉不尽。 大国师，大人万万不可啊！庙通无能，我都是国师之位啊！皇上特别看重调进国门哦。进前，迄个弘法大师完结了后，皇上就四界走找高人，也毋过到即阵还未找到。本官即马是东条上界行的人，只要本官若建议，参请皇上聘请一人。 做大国师，皇上一定肯听。那呢，庙通先向宰相大人谢下。也毋过大人，莫怪庙通甲大人破冷水。目前就人挡着大人要做宰相之路。哦，什么人？ 是安怎？紧去摕药箱。小姐，起床啊！小姐，小姐，起床啊！哇，啊，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哪会这么热？哈，啊，哪会困到安尼死啊？
姐，食早顿啊？小姐，请用。这是你的早顿啊？早顿？敢若豆腐尔，这嘛叫早顿哦？对啊，这款早顿哦，你已经食几啊档啊呢？而且吼，你搁甲我讲，这叫做清白洗顿生心灵。清白洗啊？阮睇伊洗啥？是的啦，今日是毋是换款啊？换一个号做清白，毋是清白，哦，香油洗顿低头吧。小姐，你是安怎啦？自从昨吼，你退迄药先放转来，规个人就改成换一个人共款，啥物代志拢无共安呢？你敢是破病，人无爽快？是伊。好啊，卖断，落去。你哪里有头改变啊？阮的姑娘，你一早早是不是问我？做梦，是不是做梦？做梦哦？你梦到啥？我梦到天下河川拢大哭无水。我听无呢，这有啥物好心情歹啊？无水，龙免怎活？阮父王是龙，大风兄是太子，将来是要继承大位，伊嘛是龙。这个恶梦就是讲，阮父王讲大风兄会有劫数，而且这几年来，阮大风兄身体真歹，真正有人足烦恼。你敢会悟唔对呀？你哪是恶梦？明明就是一个吉兆啊！那你想看卖了哦，这天下河川拢大哭无水，河若无了水，就剩一日苦啊！那安尼就表示讲这一切拢很平安无代志。就问了哦，你是咧烦恼啥？你的意思是讲，阮父王讲大风兄会一切平安顺利？敢唔是啊？阮的姑娘讲了真对，果然就亲像老大人所学到的同款。你是一个有智慧的查某囡仔，你看，一个啊就解决我的烦恼。这也无啥，你只要莫黑白想，自然就无烦无恼啊。有道理。对啦，听老大人讲，阮的姑娘你琴棋书画，行行皆通。琴棋书画，嗨，英你。请。大琴。生意中听。啊，哎呦，这我哪会晓啊？好啊，改变了，应该袂做困难的啦。今早登去，敢讲是歹结掉？哎呀，你看你搁来啊啦！我拄则有甲你讲过啊，叫你莫黑白想，家己行家己。这哦，我拄则哦，迄早顿食者伤济啊，气力比较较大，所以我毋则无小心家用转去。无安尼啦，我表演另外一项，互你看好无？换另外一项。剑术。剑术，我从来就毋捌听
老大人讲你会晓。迄是因为我的物件遐尔啊济，也无可能大家拢知影。去公山，知。减。保健无眼，姑娘，请小心。我知，昨么咱都要比出关节的啊。那你即马目睭不要紧，我就要互你看卖本姑娘的本事偌大。借着义诊的名义，毒害老百姓，你认罪吗？你是看唔到，我来救人呢，哪有可能害人啦？别讲我这，来啊，赶紧来！上条公车对无客气哦。你试看来哦。陈秘书哦，唔通惹事先会。公主哦，我无你惹代志啊，是安怎？有你走遍天下，只做讲有人有心要来陷害咱，只要咱无做唔对代志，总是向咱前辈。 我认为有人趁我无注意的时阵，伫药仔内面掺毒，并不是推卸责任，是袂当证实你所讲的话。代理，请你对我来。代理，我都已经用银针试验过，敢若这药有毒。可是我若真正要害无辜的百姓。 我用3号拢掺毒啊，对。话拢是你讲的，我要安怎相信你啊？假使你若是唔相信，我用当场试验你。即摆药我已经啉落，你应该相信。你当作我是三黑因啊？你是学医术的，你啉落当然嘛无啥物代志啊。大人，我是妈祖庙公，我会当证明这药仔无问题。我啉嘛你看。你看，我好好啊。 林会长，我看你这摆还有什么话通要讲？来啊，阿走！大条赢，见着本官唔见鬼了。哈？鬼咧？嘿，啊是讲对讲唔对啊？叫我公主鬼咧，你真正是大哭。陈理，大人是官，咱是民，国有国法，当然要遵守律法。
迄公主你真正跪落？喂，你敢知阮公主是啥物人？你叫阮公主跪落，伊即摆跪落啊！啊，你受会起哦？你坐条哦？大，竟然敢用这种口气甲本官讲话，好，我即摆就看卖，看我是毋是受袂起，看我这个大位是毋是坐袂牢。哼！安怎？本官即摆是毋是坐了真舒适啊？这个死大箍的，真正是唔知影死活啦！若毋是阮娘娘吼控制家己的法力，你早就摔个倒头栽啊！犯人另外者，涉嫌陷害无知的百姓啉毒药，造成所在人性命危险，立刻认罪。大人，我并无下毒害人，请大人明察。国家辩解，哼！来人啊，把证物摕起来。另外者，这个物件你敢会啉的？当然会啉的，迄就是我全药的药果。真好，来人啊！另外者，听讲你嘛小可捌医术，那来本官问你，阴间秘恶是什么意思？表示讲有人掺毒。那安尼就对。既然你嘛同意这内面有毒，你还阁唔认罪？大人，迄毒并不是我掺的，是有人故意诬赖陷害我。你阁想要辩解？妈祖庙是你咧管理的，你阁小可捌医术，这种代志除了你，还阁谁会做？大哥大，大人啊，你要想看卖，阮公所来到这个所在，一直咧行医济世，救百姓救袂活，哪有可能害百姓？本官即马在办啊，什么时阵落甲你插嘴？我是实话实讲啊，一个做官人办案，哪会这么凊彩啊？你竟然敢怀疑本官办案的能力？来你啦！追！压落去，拍你只大板！死大哥呀！像你讲的拢是真正的哦，啊你是白也唔捌啦，乌白来啊！造反！犯人竟然敢假死本官！来你啦！追！将这两个人都给我拖落去吧！阿伟，是。大哥大，代志好啊讲啦，讲家咧。喂，你犯的罪情确定，本官即马就要宣判。另外者，你挑故意杀人，罪无可赦，律动处斩，即时押入去大牢，听候秋官。参见三公主。发生什么代志？现在因两个伫咧外面受刑，内面一个叫判死。启禀三公主，多谢这两个人扰乱公堂，所以执法因拍你抓头板。啊，若这个林怀德，伊下毒陷害百姓，罪该万死。真有可能？我有甲林公主见过一面，我知影伊伫咧行医救人，伊哪有可能下毒害人呢？老大人，你敢有证据？三公主，小可当然嘛有证据，对妈祖庙抄出来药果内面已经证实，确实是有毒。敢有人亲目睭看到伊甲毒药放入去？这无。袂当凭你抄出来药果，就当证明林公主就是凶手。林公主，你敢知影是毋是有人要陷害你？禀三皇子，我并无跟人结怨，所以我嘛唔知什么人要陷害我。老大人，咱官府办案必须要公平公正，在证据不足的情形下，绝对袂当为着要官要结案，煞来做出判决。你是毋是应该要详细调查一下？是。启禀三皇子，啉着毒药的人
若是唔赶紧治疗的话，恐惊有性命危险。我想要请求三皇子，给我3天的时间去治疗中毒的人。乱来！你是一个犯罪的人，照你应该甲你压入去大牢，竟然搁甲找借口离开这。老大人，林王子，只要你会当解除百姓的赌，我就会理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多谢三皇子。老大人，你身为地方的父母官，办案的时阵都要更加用心，才袂冤枉好人。我送你8个字，希望你好好记。三皇子，请讲。爱民如子，送干行亲。对每一个案件的当事者，拢要公平对待。不管伊是皇亲国戚还是乞食，不管伊是好野还是善车。属下办案一向是秉持良心，请三皇子放心。干嘛呢？那呢？今仔日这案件呢？也阁有啦。我叫你甲当个审理的死刑犯案件送来，互我看，是安怎到即马袂送来？启禀三皇子，审理案件是属下的责任，不敢劳烦三皇子，所以进前属下已经重新审理过，并无任何疑点。唔对，迄天黄天宝来救我，我看伊真可怜，总感觉李玉凤通奸杀夫的案件并无单纯。我会找时间好好去了解。也阁有，今仔日这款的代志绝对袂当搁发生，知无？属下明白，属下会尽全力改进。你看你，连这款小可代志你都办袂好势。假使若互三皇子伊调查李玉凤的案件，我看咱就好准备后事啊啦。大人，那要安怎？不如等将李玉凤。我看新战你的头壳较实际啦。可李玉凤太死，咱是要到找小婆。紧想看卖，文山临死进前，伊去过什么所在，甲什么人接触过？无咧，我一直注意伊的一举一动，并无发现有啥物无共款。奇怪，除了李玉凤，文山阁会甲物件交给什么人？不过，咱已经用遮侪枪刀逼李玉凤，伊也是无肯讲。到底是伊抢过后忍耐，还是真正完全唔知影？万一伊若是忍耐，等待时机将证物交出来，若甲三皇子见面，安尼咱代志就起了了啊！所以讲，咱绝对袂用互伊有机会开嘴。也毋过，大人，你毋是讲袂当甲杀死？要互一个人安静，除了甲杀死以外，咱都无别个办法。大人，你的意思我了解啊，我即刻来办。放心，你生甲遮水，我哪会甘用火炭甲你烫？看你安尼，我实在感觉真唔甘。好，互你较好就好咧。安尼应该真好就好啊。红暗树，孤芳小无听，孤单叹。安尼应该真好就好啊。
你班大阿姐一定真喙焦哦，一杯啉落去，你以后就唔知影人去烦恼啦。 啊，各位拄则去用讲迄20个，心肝咱无欢喜啊？无啦，阮家己知影是阮家己无遵守迄条凡间的规定，公主你挑工要用教死一个啦。哪甲知影？谁啊两个喙阁翘我悬？啊，你讲啦。阮是看到娘娘，竟然跪喺迄唔知天着几斤重孙妇面头前，阮就生气。对。我知影你两个对我拢真忠心，惊我受委屈。 也毋过有一寡道理，我同款来甲恁提醒。咱即马来到凡间，就是要做凡人。咱行人间道，就爱做世间事，袂用用法律去吓惊着百姓。搁再讲，咱是有任务的，咱要调查情何灵王的同时，行医济世，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，遇到挫折，遇到困难，咱一定要度过这个难关。咱若徛得正。 任何的困难，咱都会当化解，知无？也毋过，我两是看娘娘受着委屈，天娘娘感觉无公平。我拄则毋是讲过啊，咱是凡人，做百姓伫官面头前，本来就是爱跪的啊，哪有啥物通委屈的？莫阁讲啊，今替我甲药仔倒出来。公主啊，你真厉害咧，这么紧就甲解药抓出来哦。 这碗唔是解药，啊？啊，无是啥物？这是遐中毒的人啉的毒药。娘娘，恁讲的是毒药，安尼来啉落去？我甲遐中毒的人赞美的时阵，感觉这药的毒性真奇怪，所以我想要试看卖，了解这个毒性伫体内行法，我唔才法度正确甲解药解出来。 娘娘，也毋过，是咧，也毋过啥啦？你袂记得哦？娘娘是神呢，啊，这种凡间的毒药，哪有可能甲伤害啦？对不？无问题啦。三皇子允准林公主等于异地还家，无唔对，师傅，即马爱安怎做？啥物拢免做。要解为师的毒，唔是遮尔简单。这种毒药，连神仙来都无法度。恁想看卖咧？为师设这个叫目的到底是啥物？是为着陷害咧世人的？唔对，为师是要治林公主的性命。 这个林公主自认自卑为怀，我看这边绝对会去踢到铁棒。这边伊会为着要救人，牺牲家己一条命。也新家拢来未？拢来啊，师傅。请问师傅，叫我召集大家来有啥物代志？我要利用这个信徒来对付这个世人的。 哎，你个是你来啊！这个帮你话是你来啊！都是来啊！你个来啊！下午没听呢，好足济啊！
这位姑娘，你是不是希望家己会当变较水？是啊。哇，你看嘛，变足水的呢！对啊，那变足水啊！哇，变足水的呢！各位乡亲，邱县公本持着自卑为怀的心情，为大家消灾解厄。今天，我苗堂要向各位乡亲时代宣布一个歹消息：明仔载，本地将有蛇魔降灾，恐惊会死伤无数。泄露天机是会遭天谴，这恐惊。好无？为着要救人，要总统牺牲我苗堂的性命，我嘛心甘情愿。时阵，我苗堂着大家一贴药方，一贴药方，唔但会当振兴之定，辟邪安目，佮会当纵容疫情，强治助力。大家听清楚，原子同10钱，这以甘草汤浸一暝，明仔载拍打茶用，听清楚无？林公主，天宝，天宝，你哪来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林公主，顶摆你不是讲要带我去考外安尔，今麦带我去好无？今麦？我求你啦，林公主，我就想要阮阿娘，林公主。好，天宝，你莫伤心，我今麦就带你来去。多谢林公主。哦，两位兄弟辛苦啊！叫我来顾就好啊，恁两个出去休困一下。辛苦辛苦。来了，预备。官爷，多谢你。这小可代志无算啥啦，你伫好阮阿娘的边，我还阁欠你的温情。时间无济，恁紧入去，我来外口替恁顾头。多谢。水伫遮，赶紧泡你奶奶啉。多谢你公主。阿娘啊，自来呀！阿娘，豆豆啉哦。阿娘，豆豆啉啊，若是无够，我赶去填啊。你阿娘毋是吐的，大伙的人知道你阿娘食什么。红树高旁小无听，孤单窗。
你若娘毋是吐的，大伙的人唔知道你若娘食什么。我会了，别来欺负我娘，我你该死！天宝，你即马才几岁尔，你凭什么要跟人拼？我唔管啦，谁讲伊要欺负我娘，我要跟伊拼。天宝，你若遮无珍惜家己的性命，你看，卡叔讲，你若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你叫你娘是要安怎？天宝，你若娘去用冤枉关伫遮，你看袂到伊，心肝内是毋是真艰苦？对啊，卡叔讲，你若是死，你若娘看袂到你，伊的心肝内是毋是搁较艰苦？阿娘，是啦，我们该下去冲锋。同事，我阿娘都在下面牺牲，这才生起冤枉啊！只要咱尽力去做，今早晚会向恁阿娘请病。唔知我阿娘有法度等到迄个时阵无？天宝，你放心，恁阿娘为着你一定会坚持落去。你为着恁阿娘，嘛爱较坚强的，知影无？阿娘。马祖婆，你若是有听到我这讲话，就请你甲我阿娘斗相共，互阮一家伙团圆。阿娘，马祖婆一定保庇咱的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。天宝啊，啊你看恁阿娘，恁阿娘这用什么款？有较瘦无？哈？什么较瘦？愈来愈大颗。我甲内底大人足好诶，伊阁有摕好食物件互阿娘。若是有人欺负阿娘，伊会保护。敢真实的？当然是真实诶。阿娘伫内底骨甲足好诶。我去看阿娘的时阵，伊阁唱歌互我听诶。唱歌，也是唱什么歌互你听？就是我按时伫困的时阵，伊常常唱互我听迄首。好啦，好啦。阿公。天宝，阿妈，今日要休困。阿妈，我先来困咯，不然较早休困的。我天宝又搁咧骗我。这个囡仔真捌代志，伊是惊你烦恼。代志拄着啊，烦恼是有啥物路用？我早起捌规个问妈祖娘娘讲，我的后生是这尔老实，这尔忠直，又搁友好我，搁顾这个家庭，一个这尔好的人，伊下场乃是安尼。也不过后来，我搁甲想一下。妈祖娘娘已经有真侪人爱照顾，应该是无用通来照顾阮这三只歹命人。
生死铺顶，未经自生就成自死。人什么时阵应该走，就爱走，这拢是注定好的，什么人嘛无法度改变。也哪咧讲？我是无咧，我是无妨冤枉，祸害的朋友，这敢都是天意心。有时阵我拢想讲，阮这个口仔是到底做啥物代志逆天，还有这款的下场。 你敢无听人伫咧讲，做有就拖，做人就磨。人活伫这个世上，本来就要接受真侪磨练，愈磨，而且会愈坚强着。坚强。你放心，恁黄家冤枉，我一定想办法替恁查出来。多谢林公主，多谢你。 陈丽，安怎？你惊啥啦？啊，娘娘即摆状况安怎？我嘛唔知，我足烦恼的。来看卖啦。娘娘啊，啊所在甲你传好啊。娘娘，啊你的面色哪会这么歹看？都，即摆都长条啊，体内咧行。哪会安尼？啊大姨诶，你讲娘娘是心内有啥物代志？娘娘，敢讲你完全无用法力来阻挡毒性？大叔，我若阻挡这个毒性，我就无法度了解这个毒药到底是要哪解啊，对无？拢是你啦！讲啥物娘娘袂有代志？怎会安尼？我拼死都袂让娘娘啉毒药。陈义安，莫怪顺风的，这是我家己要安尼做的。哇，这毒药我大概已经解好啊。这药方你赶紧摕去抓抓的，通互我啉知影无？ 啊，这边阮自动哪可能敢欠货啊？大家你看卖啦。顶三皇主，上下听讲，林公主因研究出解毒药方。林公主果然是医术高明。啊，毋过啥？有一种叫万枝筒的药材欠货，伊人的下骹手人死个拢买无。有这款的代志。三公主。 安怎是？你哪会一头早离头隔壁？有真侪百姓中毒，也毋过解毒药方有一种欠货。你四界找看卖，无一定有个店还阁有存货。假使因若是有良心，凡细紧摕出来。是。唔对啦，哪会去找有良心的店？要找当然嘛要去找奸商的对啊。找奸商？是啊。 你这么巧，敢讲你阁听无？哎呦，哪会这么奇怪？每一间药材店，咱问过，就是无这里万枝筒，哪会这么拄好？对哦，我嘛感觉真奇怪呢。啊，四界拢买无，敢讲这是要陷害公主的人的阴谋啊？哎呦，陈丽、顺风，三公主，三公主，啊，你哪会遮？ 我是专工来找恁的，摕去。啊，这是，你毋是咧找万枝筒？这是万枝筒。三公主，啊，你是做咩啊？就后面这间店。唔对啊，刚才我人去问问，头讲欠货。
敢讲你唔知影？有的奸商专工咧囤一寡市面上所欠的货，安尼计数才会卖悬。是安尼哦。屁屁！为了家己利益，我国别人生活，我才算小。哎，唔免啦，这款的奸商自然有国法制裁。哦，是。应该。这边三盟主，马上走。三盟主啊，你真厉害，真巧呢，还会用这招。我无遐尼巧啦，这嘛是别人甲我提醒。是啥啊？免管那多，赶紧啊药材送转去林公主。孙总，公主有救啊！你讲啥？敢讲林公主嘛中毒？对啊，阮公主为着要找出解药啊吼，亲身出动呢。啊，即嘛若是无这味吼，我看公主真正凶多吉少。三公主，赶紧啊医客倒来，多谢你哦，过是。一心气动，林公主的自卑真正使人敬红颜树孤芳寂无听。怎好啊？感觉安怎？我跟你讲，好咧家仔吼，有三盟主甲咱斗相共啦吼。要若无，咱就无可能甲所有药材拢买互齐全啊。对。三盟主。对啊。啊是讲三盟主哪知咱欠阮指导？这哪着问啦？一定是吼，这个三盟主非常信任咱妞妞的为人，而且吼有咧看妞妞进度，随时要甲咱斗相共啦。安尼讲起来吼，这个三盟主真正是一个非常聪明、非常有智慧的人。哼，无参像迄个孙虎啦，你孙虎咧，我看吼孙走较阁差不多。好啊，莫阁讲啊，药啊若是有效，紧去抓抓的，有剩的中毒的病人食，知无？啊，对，行，妞妞，你谁落啦？妞妞，哪会安尼啦？妞妞，啊，阮即摆要安怎啦？知影，我感觉药啊啉落了，毒性无解，颠倒喘搁较紧，即摆已经喘到泪花落入去啊！大爷，莫想这办法嘞！妞妞，文人，今仔日好佳在有你，我才会当顺利摕到药材。算起来是立刻大功一赞。唉，那你们唔知三盟主有啥物奖赏无？奖赏？嗯。你要爱啥？你家己开嘴。哦，我想要你陪我啉酒。袂用的啦，这天内底你要教我，这段时间我必须要食菜敬酒。安尼哦，那无啊，你教我抓铃啦。迄个较袂用的，安尼做有失体统。有失体统？
奇怪呢，讲啥物要互我奖赏，我已经开嘴，你阁无答应。你当当三王主，免人讲话无算话。本人啊，其实我你莫阁找借口啦，即摆落来掠你。这。哎呦！紧的啊！奇怪，本人做今日行为哪会变个怪？老爷，老爷，什么代志啊？你向我讲。老爷，小姐伊。小姐演咯。小姐伊，哎，我带去看啊。行。安尼。太大力嘞，这边。对呀。真好。三皇子下水，三皇子下水。老大爷，你哪有啥物罪？三皇子小学教到不严，竟然让三皇子委屈做这种代志，小学罪该万死。你是讲这啊？这是我答应要本的奖赏啦。既然我开嘴啊，就要做到到。奖赏？本人是你想讲啊？以后再跟你讲啦。我继续做我的代志啊！本人啊！莫我叫啦，你是咧紧张啥？听到你嘛紧张，冒犯三王子，这是犯着抬头的重罪呢。你莫想遐尼济啦。喂，你想呢？老大爷，不要紧，我代志你先落。三王子，你成绩无赢啦！你成绩无赢，落去。是。安尼咧。哦，太大力嘞！哦，对。啊，过这边。陈丽啊，娘你即摆情况安怎？你是对愈歹看，愈来愈歹看，哪有可能啦？你家看卖。奇怪，这毒明明都安尼解无唔对，谁那药我一个啉落去，毒性愈来愈强，喘甲愈来愈紧。妞，你是安怎？我的正手，我的正手一点仔力都无，一点仔感觉都无。娘啊，你安尼做，你牺牲家己，敢有价值？这是我的责任，嘛是我心甘情愿的。会当替众生牺牲，算什么？顺风的，经过朋友来我啉。大爷，你在创啥？你明知这是毒药，你又泡牛啉？啊，唔过娘伊就唔过安怎？我就是不准你泡牛啉啊！娘就讲伊要，你假坑的啦！陈丽，妞，为了要找解药，你已经唔知啉偌济毒药啊！若佮继续啉强药，为着我救你，莫佮啉啊好无？往南树高旁小无行。你在创啥？
伊唔管安怎，我就是不准你碰牛奶嘛。牛牛都讲伊要，你敢囥的啦？陈丽，牛牛，牛牛，为了要找解药，你已经唔知啉偌济毒药啊！若佮继续啉恐吓，快点我求你，莫佮啉啊好无？陈丽，你起来，互我来去外口行行。较细只，较细只，较细。说你们，你毋是甲大林保证讲会使医好阮某，是安那到即摆一点仔动静都无？你是要讲啥？阮后生就是食你药才中毒的，今仔才会变成安尼啦，拢是你害的。伊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我绝对袂帮你煞啦。你毋是讲阮阿公食你的药啊，就会好啊？你看阮阿公即摆食你的药啊，连叮当都无法度，拢是恁害的。你看卖啊！你大我甲差不多的。阮公主为着要替你找出解药，倾心气度，已经变甲安尼啊！你大家要对待伊啊无？就是讲啊，阮公主为着恁吼，尽心尽力，真正是好心叫雷金啦。你的顺话莫搁讲啊！你大家变甲安尼，拢是我害的，若毋是我想无方便心，你莫要伫遮受苦。你若会骂，都会去骂。骂了来当消因心肝头的怨恨，安尼嘛是好。假使伊若是有三长两短，你敢知影偌济家庭的吐水？咱的责任足重大，恁知影无？唔知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公主，公主。启敏师傅虽然姓林的顺势摕到阮志同，也毋过也是逃袂过死劫。即马毒性愈来愈强，强行已经活无偌久啊！师傅心机妙算，使人万分钦佩。为师无甲伊听好听话。你若是要对为师安尼扑扑塌塌，你去找别人，我才无欢迎你。师傅，地主知影毋对啊？卖俩准讲咱的计策已经成功，细粒还未死之前，咱绝对袂当答应。师傅，这个姓林的敢真正遮歹对付啊？相信为师，为师甲伊交手过。为师了解伊的能力到倒位，姓林的若是还有一口气伫咧，伊就有机会当反败为胜。那呢，地主马上来去妈祖庙，互伊无机会喘最后一口气。你身躯比两个你敢拍赢？那呢，地主应该安怎做才好咧？所以因的一举一动，随时向我汇报，必要时阵，我亲身处理。老大人，小下参见三王子。听讲你派人准备要掠林公主。启禀三王子，3天时间已经到，林怀德并无照伊所讲，将中毒的百姓医好，所以小下决定要将伊逮捕归案。今仔日才第3天，你是急啥？唔是小下调去，小下只是秉公处理，依法办事。加予伊一寡时间。还阁有，就算讲伊无甲百姓医好，嘛免去掠伊啊。小下无了解三王子你的意思。林公主以身试毒，假使若无找出解药，头一个无命的人就是伊。林公主，你一定要成功，千万莫有失望。
对我的身躯边偌久啊？已经几啊百年啊啦。自从我修复恁了后，你嘛对我真袂少苦。逐摆恁若心袂定的时阵，我都会念咒语，恁心肝内一定足不好。其实，恁的心肝拢真善良。我希望恁会当较早修成正果。其实我会当了解娘娘的苦心，我甲顺风的，嘛毋是因为咒语的控制，才一直对娘娘身躯边的。恁的心爱留伫我的身躯边，是因为互娘娘慈悲有爱感动，我能够对娘娘身躯边，拢一直感觉真骄傲，嘛真快乐啊！多谢恁。多谢恁两个一直对伫我的身躯边，对我遐尼啊信任，对我遐尼侪帮助。娘娘，那就安尼讲啦，你一定好起来，你嘛要更好起来，因为我甲千里会需要你，所有的百姓嘛需要你啊，娘娘。我知影。我知影，我做我有家己，感觉恁哪遮十头啦？对娘娘过来8年啊，是怎么医术那么恶劣？今仔对咱目睭紧紧，看娘娘遐受苦，我一点仔拢无得斗相共。千里，这唔是你唔对啦，娘娘拄到这个劫数，一定是天公伯要甲考验，娘娘会无代志的啦。无咱娘做为了救上苍，保庇娘娘啊！现在连倒手都无力，我因为我免放弃，我会坚持。我现在规身躯拢麻去，连脚都无法度做主。谁让我无法度改这个道？谁让我无法度改这个道？阿伯，公公，你倒转来啊！天宝，敢有想讲大嫂恁救过手了，伊就变做一个刀甲犯？我知影恁受真侪委屈，也毋过伫遐无证件证明你是清白的时阵，你免去离开家咯。啊，若是无，你就会变做畏罪监督，毋若无才调洗清恁翁婿的冤屈，甚至阁会连累到老夫人甲天宝，因变做是盗犯的共谋者，这点你有想到无？师傅，我拜托你莫阁陷害妈祖啊，好无？好赌！妈祖是咱敌人，你也知影，妈祖下凡间是要掠咱师徒等去天庭治罪，伊将功成万骨枯，要完成千秋大业，绝对袂当两心。只要会当甲上方宝剑找回来，我唔管你用什么方法。是。参祖，宁可错杀100，嘛唔愿你放过一个人，你千万唔通安尼做。我一定要伫阮父王知影进前，甲宝剑找回来。为着要找回来上方宝剑，你乱掠无辜，
安尼引起百姓的不满，引起民心大乱。参谋主，这件代志你一定要想好清楚才做。马祖启示录，看待人世间一切众生，应当将老大人当作是家己的父母同款去友孝伊，年纪小我的人，就当作是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去敬爱伊；年纪较幼细，就当作是家己的囝儿同款去疼惜伊。这就是人性之中上纯洁、上真实、上善良、上美丽的爱。一粒心活动，看梦想甲梦，双双对对，因阮心肝遐凄凉。夜夜梦，日日思念，目眶红，三不五时珠泪干。青春赶无通，歌声烈酒烈暗，看阮舞步遥望岁月流转。风暗像孤帆，寂寞行孤单窗，伊我点无好花的听风光。红暗像花丛，天深看露水重，花香自然要采怎通念？